有冇諗過健身前嘅能量補充對運動表現係好重要？今日就同大家講下點樣將有機食材融入健身前嘅能量補充，從而提升你嘅運動表現同效果。首先，有機食材就係一個好選擇，例如有機燕麥，佢哋含有豐富嘅複合碳水化合物，可以穩定咁釋放能量，令你喺運動過程中唔會突然覺得血糖低。如果你中意做高強度嘅運動，可以加啲有機水果，好似香蕉或者蘋果。香蕉含有鉀，有助補充運動過程中失去嘅電解質，而蘋果就係高纖維，幫你保持足夠嘅能量。仲有機堅果就係健身前嘅好選擇。堅果唔單止有健康脂肪，仲有豐富嘅蛋白質同埋纖維，可以讓你嘅體力更加充沛，令你喺訓練嗰陣冇咁容易肚餓。其實最理想嘅健身前小食係碳水化合物同埋蛋白質嘅結合，好似有機全麥多士配一啲有機花生醬，或者有機希臘乳酪加幾粒莓果，唔單止令你有能量，仲可以保護肌肉，避免運動後嘅肌肉分解。最後唔記得補水，運動前一定要飲足夠水，令自己唔會脫水，保持良好嘅運動狀態。以上就係今日嘅小貼士啦。記住，運動前嘅飲食真係會影響你嘅運動表現。選擇有機食材，幫你提升能量，保持體力。鍾意呢條片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次再見。